兩支咪一樣顏色，應該點分啊？咁而家咁呢？依家一眼就分到清晰晒。今代 DJI Mic Mini 2可以隨時幫佢換衫，有10款顏色，唔止襯衫，其實係方便你分咪用。再加埋一體收藏嘅充電盒，出門口一次過就可以帶晒，唔使逐樣執。講到尾最重要都係聲，依家用緊 Pocket 4機新原聲。Mic Mini 2未開降噪 ，Mic Mini 2普通降噪 ，Mic Mini 2加強降噪，佢有防爆音功能。突然之間好大聲講嘢，條聲都唔怕彎咗啊！磁吸背夾都有，行山旅行點夾都方便。配合埋 DJI 生態圈，兩支咪可以配唔同嘅機用，例如拍緊我而家呢部 Pocket 系列，或者呢部 Osmo 360。當然仲有做運動最常用嘅 Action 系列，仲有相機同手機都得。好多人拍片會將重點放喺畫面，但其實聲音先至係最容易被忽略，而呢樣嘢會直接影響你條片專唔專業。DJI Mic Mini 2只需要649蚊就可以改善你條片嘅質素，你又覺得值唔值呢？